電影一開場震撼嘅第一幕已經令我唞唔到氣啦。一班小朋友恐懼嘅面孔，淨係聽到出邊廝殺嘅聲音，佢哋只敢望住個電視，冇擰轉頭望個門口。有啲口唇顫抖，有啲眼有淚光。喺末世嘅小朋友，佢哋知道發生乜嘢事，但係佢哋只好靜靜無奈咁樣繼續等，睇下出邊嘅成年人可唔可以搞得掂。呢一集係28系列嘅第3集，28年後。喺電影28日後嘅23年之後，佢再揾到新嘅突破。喪屍喺大自然嘅進化，人類28年之後點樣面對？呢套電影除咗官能刺激之外，仲帶到俾我哋好多深入嘅反思。電影裏面嘅醫生，佢講咗一句：我哋無望死亡。佢看待喪屍都係一個生命，死亡亦都有好多種方法。今日由我黃天帶你哋進入喪屍電影28嘅系列。28年後呢套電影呢係有3部曲嘅，咁而家睇28年後嘅第一集嚟講呢，我覺得你睇唔睇前面嗰1、2集呢，好似係唔太大關係嘅，因為呢佢都交代晒成個故事嘅背景噶啦。呢套電影呢其實係分咗2個部分嘅，第一個部分呢就係爸爸同主角，呢個部分帶咗俾你好多官能刺激，同埋佢哋喪屍點樣進化同埋嘅世界觀嘅。第二個部分呢就係主角媽媽同埋醫生。佢俾你去靜靜咁樣去反思翻呢個世界，如何看待生命，而且當中亦都有啲觸動嘅位置啊！喺進入劇透嘅部分之前呢，我都輕輕介紹一下28系列嘅基本資料。第一集28日後嘅導演咧係丹尼波爾，佢喺2002年11月上畫嘅。故事背景喺現代嘅英國，當主角喺手術室醒翻嘅時候，佢發現倫敦已經成為咗一個荒涼嘅廢墟。呢一個拍攝嘅手法亦都令到你有好多唔同嘅聯想。雖然你入場係知道係睇緊喪屍電影，但係導演丹尼波爾佢就往往捉到你一啲靜嘅位，等你去思考嘅位置。而呢一集之後出現嘅喪屍係顛覆咗你喺過去認知嘅喪屍嘅。主角面對嘅喪屍全部都係喪跑。可能後生啲嘅觀眾，喪屍就係咁噶啦，係喪跑噶啦，但係其實喺呢一套電影之前，其實喪屍只係慢行嘅啫，從來唔識跑嘅。所以呢套電影喺02年嘅時候已經顛覆咗我哋對喪屍嘅認知，同埋嗰種嘅官能刺激，亦都帶俾到我哋更加新嘅感覺。就係呢一套電影28日後，令到後世嘅所有喪屍電影都變成喪跑嘅喪屍。至於呢套電影好唔好睇呢？我就認為中上啦。佢嘅官能刺激係非常之好嘅，但係的確都有唔少嘅反駁位嘅。嗱，呢套戲我哋要讚嘅咧，除咗喪跑喪屍影響後世之外咧，仲有佢呢一首嘅背景音樂。而家你哋聽緊嘅背景音樂，其實係好有末世嘅感覺嘅。好快嚟到第2集28週後，佢講當時嘅英國咧，其實已經係經歷咗28週之後咧，發現所有嘅喪屍咧都已經係餓死晒㗎啦。所以北約咧就有一個重建英國嘅計劃啦。而當然呢個重建英國嘅計劃就一定係出事啦，如果唔係就冇戲拍啦。就正正因為咁樣咧，所以咧就令到電影咧就有更多唔少嘅反駁位，比起第一集仲更加之多添嘅。咁啊，鷹眼飾演咗軍人啦，當時佢都未做鷹眼，所以我哋都唔認識佢噶。咁啊，因為呢套戲咧好多反駁位嘅原因咧，所以我就覺得真係好麻麻嘅。可能係因為轉咗導演嘅關係啦，咁啊同埋加上喪跑喪屍已經露晒餡啊，所以都基本上冇乜嘅特別嘅刺激嘅情況，亦都冇乜特別可以思考嘅空間。咁我哋而家就嗱嗱聲進入第3集28年後3部曲。28年後3部曲都係第一集嘅導演丹尼波爾。可以咁講，今日呢一套28年後，佢只係用咗第一集嘅28日後嘅開頭，做一個好精簡嘅故事背景。
等你知道成套電影原來最開頭嗰28日就已經全個英國出咗事啦。唔知道有意定無意，佢係 skip 咗28週後，即係第2集嘅重建英國計劃嘅。首先要大讚呢一位年輕嘅演員阿爾菲威廉斯，你估唔到成套電影係由呢一位年輕嘅演員去到擔正演出晒成個故事，而佢每一個表情同埋動態未算老練，但係佢可以帶到你入戲，入到去佢嘅世界。第一幕頭1個鐘頭都係講緊爸爸同呢位主角。故事講到28年之後，有一班人已經喺個孤島嗰度建立咗一個社群，而呢個社群亦都生活得非常之融洽，同埋能夠自給自足嘅。所有嘅年青人都要上課，上課係學習點樣生存，點樣用武器。導演拍攝巧妙之處，佢唔係平鋪直敘咁樣講佢哋返學，而係一開始就講呢一位主角同爸爸要去做一個成人禮，要出呢個孤島去殺喪屍，然之後要顯示佢能夠係有獨立生存嘅能力嘅。頭呢個鐘都係非常之精彩刺激嘅。佢當中介紹咗一啲低致命性、行得好慢、只係會爬行嘅喪屍。當主角喺爸爸帶領之下逐一殲滅之後，佢哋就繼續向前行。喺呢個部分，導演拍攝嘅手法帶到俾你充分嘅緊張感。之後，爸爸從一啲線索裏面發現到喪屍王喺附近，佢即刻叫小朋友嗱嗱聲離開，跟住爸爸跑返去孤島嘅方向。爸爸話：我哋嘅任務已經完成啦。之後一輪求生嘅緊張刺激，然之後你睇到個影片，佢哋最後都係涉水跑返去孤島嘅。咁到最後，究竟孤島有冇失守呢？呢啲嘢都係留翻俾大家有興趣睇嘅就入場睇啦。頭呢個鐘頭呢，我係俾非常之高分，因為佢係好緊張，而且亦都帶出咗佢哋成個世界觀係點樣，而唔係純粹喪跑官能刺激。我好中意導演佢今次用嘅呢一個手法，好多唔同嘅分鏡剪接，緊張位嘅時候氣氛帶得好好，完全冇停嘅節奏。但係當靜落嚟嘅時候，佢會接好多1秒、2秒嘅片段。呢啲片段可能會係喪屍嘅部分，又或者係你回想嘅部分。每一個零碎嘅1、2秒嘅片段，亦都已經足以令你思考到更多嘅嘢。例如劇情發展究竟會係點啦？而家個生態系統係點啦？成個世界又係點啦？有趣嘅地方，佢哋好多時候都用咗 iPhone Pro Max 去到拍攝，原因導演係好想揾到嗰一種拍攝起上嚟高清得嚟又粗微粒嘅一種古舊嘅感覺。點解要咁做？因為呢個孤島已經係冇晒火藥同埋火器㗎啦，只係得冷兵器時代。以現代人嘅知識退回到冷兵器時代，得返弓箭對付喪屍嘅世界，再加上呢一啲拍攝嘅粗微粒，顯得故事更有張力。故事嘅第二個部分就係講到主角帶媽媽去揾孤島以外嘅醫生，因為媽媽一直都頭痛，患咗重病。爸爸就同主角講，佢冇得醫㗎啦，亦都冇醫生可以醫到佢。但係就係因為第一個部分出咗去成人禮，佢見到原來外面仲有人嘅。咁喺佢嘅 uncle 嗰度得知，原來出邊係有醫生嘅。咁佢就唔理任何嘅勸告同埋瞞騙咗守衛，就出咗去出邊啦。但係呢個部分呢，一開始嘅時候呢係悶悶地嘅，因為喺第一個部分呢，媽媽嘅交代的確唔係十分太多，而呢個部分一開始嘅時間呢，可以話除咗個主角之外，基本上係由頭要再入個戲啊，有10幾20分鐘呢係得媽媽同埋呢個男主角佢哋喺個荒野嗰度，咁但係又冇經歷過啲乜嘢大件事，成個節奏突然間停咗落嚟啊！
咁跟住咧，佢就遇到一班軍人啦。咁但係呢班軍人咧就係無無謂謂嘅，就夾硬攝落去嘅。你問我，我覺得係咁啦。咁所以亦都帶出唔到嗰種嘅緊張感啊。純粹係俾你覺得佢哋好似哇啲喪屍其實好勁嘅咁樣，但係就會有啲犯駁位啦。點解你哋5、6個軍人荷槍實彈拿住 M4，但係你哋殺喪屍殺得咁狼狽，同埋仲剩翻幾多個我就唔講啦，自己睇啦。咁佢哋同之後兩母女係有交集嘅，咁但係你會有即係覺得點解喂我拿住弓箭好似都冇你哋咁狼狽咁呢？或者甚至乎差唔多。咁呢個位係扣分嘅。咁但係當我一路諗，哇！如果繼續咁落去，扣好多分㗎喎，都係一套爛爛地嘅片嚟嘅喎，開頭開得咁好。咁但係當佢遇上醫生嘅時候呢，高潮位同埋個感人位就開始出嚟啦，分數亦都開始加翻上去。咁只不過頭先講嘅軍人嗰段係一個好少嘅段落嚟嘅啫。咁但係的確係真係無疑係扣咗少少分嘅。咁醫生呢段呢，就充分講到嗰個感情，我諗大家自己睇啦，我就唔講啦，呢度費事劇透太多。咁嗰種醫生對於生命嘅睇法，對於喪屍嘅睇法，同埋媽媽面對自己嘅疾病，兩母子嘅感情，其實呢個位係好觸動㗎，係有啲想喊嘅。同埋最厲害嘅位呢，佢係用咗2個骨頭去到表達咗個感情嘅張力啊！一個係唔關事嘅骨頭，一個係好有感情嘅骨頭。試問大家，你睇下呢一張相片，你會唔會對呢一堆骨頭產生感動呢？而電影話俾你聽，你係會㗎。嗱，總體而言咧，呢套戲咧，我覺得係28系列裏面咧最好睇嘅一套。不論故事嘅劇情啦、表達嘅方式啦，同埋個節奏咧，其實都拿捏得好好嘅。除咗中間嗰一段嗰班軍人嗰一段之外，但係其實我覺得佢可能都係有啲訊息喺裏面嘅。咁而且咧，你會發現裏面咧有好多未解釋嘅問號㗎。呢啲問號咧，多數都係喺喪屍嘅地方嘅，因為佢哋點樣進化啦，經歷咗啲乜嘢而進化成咁樣啦。咁佢有獅王啦，獅王亦都係講緊佢嘅智慧同埋佢嘅體力咧，都係比起其他嘅一般更加好啊！佢亦都有更多嘅指揮力啦。咁呢啲究竟點樣去發展嘅咧？佢全部都未講噶，同埋佢哋其實係有繁殖嘅能力添㗎噃。今日28年後呢套電影咧，打破咗過去20幾年嚟咧嘅一個沉悶嘅框架，唔係淨係喪跑喪咬一啲官能刺激嘅感覺。當然，喪跑喪咬都係2002年呢一個導演丹尼波爾去到打破咗一直以嚟喪屍原有嘅概念，而導致到呢20幾年嚟不斷出現喪跑喪咬，而令到大家都睇到好厭嘅一啲喪屍電影。今日佢俾咗疫後或者係戰後，我哋重新去到適應呢個世界，同埋同一啲新嘅物種共存，回復翻去最原始嘅時間。我哋需要嘅係求生。今日呢套電影嘅創新係令到我哋喺喪屍嘅電影裏面思考更多人生，而呢套故事裏面嘅突破元素未必可以影響到後世喪屍電影嘅發展。佢可能係唯一一套用咁樣嘅喪屍進化嘅世界觀去到表達，而呢套電影係真係值得大家入場去睇嘅。支持下香港嘅電影院。因為我都好耐冇入場睇戲啦，而我見到的確係幾冷清。支持本土消費，我諗大家都唔希望香港變成喪屍之城㗎。最後我係非常之期待呢一套電影嘅3部曲嘅，即係嚟緊下年會播嘅28年後嘅第2集，同埋嚟緊28年後嘅第3集，我都會戲院入場支持㗎。最後講到今集呢一套戲嘅結尾部分呢，我就覺得有啲起筋啦。喺完結之前呢，主角係遇到一班人嘅，喺大世界嘅一班人，而呢班人咧係穿金戴銀，仲着得好優添嘅，即係好似啲板仔咁嘅服飾嘅。咁而佢哋咧殺喪屍嘅方式咧，又打晒關鬥啊，又跳牆又成啊，又攞網又笠啊，一陣間又鋸啊，咁好快嘅動作跳嚟跳去咁啦。咁我就覺得
玩到咁樣就好似唔係好合我河車啦。咁希望呢班人就唔好太常出現啦。咁即係喺下一集啊。咁啊，我就唔係幾中意呢個套路嘅。咁但係睇下，我都期待下一集究竟佢會解釋翻啲喪屍嘅世界究竟係點樣嘅。好啦，咁今集就分享到呢度啦，多謝晒大家，拜拜。感謝大家一直嘅支持啊！如果想更有效揾到你哋想睇嘅節目，請你哋免費訂閱 Cat Panic 嘅頻道。入到去可以按播放清單，即係 Playlist。所有節目已經分門別類。不正常研究所係講一啲古靈精怪嘅嘢，例如外星人、古文明等等，懸疑不解之謎。1mm 係我製造嘅音樂，所有嘅樂器同埋唱都係我自己一手包辦嘅。香港爆屎係我同情報泰利一齊合作嘅節目，主要係講緊香港二戰時期嘅事件，內含粗口、PG 家長指引，但係好值得收聽，可以俾你了解更多英軍當時點樣保衛香港。最後要介紹嘅就係講舊史，呢個係我搜羅咗好多唔同嘅本地文化，見證住唔同嘅歷史、有趣嘅事件，甚至乎係我哋日常接觸到嘅事，見證住各種嘅興衰。Cat Panic 頻道希望可以帶俾你唔同嘅回憶同埋其他嘅小知識，感謝各位支持。